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从事眼科工作30多年来，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视力问题而失去生活品质，甚至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昨天有一位阿伯来到我的诊间，他紧张地告诉我：“医师，我现在晚上开车看路，灯都是一圈圈的光晕，早上起床眼睛又前又痛，是不是快要看不见了？”看着他眼中的恐惧，我深深感受到视力问题对长辈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：夜间看路灯模糊，早上眼睛前涩，这不只是老化，可能是失明的倒数计时。很多人以为这些症状很正常，年纪大了就是这样，但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。黄斑部、病变、青光眼、白内障，这些听起来很吓人的疾病，往往就是从这些看似轻微的症状开始的。更可怕的是，等到明显影响视力时，通常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但是在我多年的临床研究中，我发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事实：科学证明，特定的营养素可以在夜间启动眼部修复机制。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如果体内有足够的护眼营养素，眼睛就会进行自我修复和保护。这不是什么新科技或昂贵疗法，而是藏在我们日常食物中的天然力量。这些食物不但能预防眼疾，甚至可能逆转某些早期的眼部问题。我必须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没有听到最后，你可能会忽略一个小小的细节，而这个细节正是决定未来10年你是否能清楚看见的关键。请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让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随逐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视力会逐渐衰退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65岁以上长者中，视力受损是导致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前3大原因之一。第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由基破坏。眼睛是人体接触外界光线最多的器官，特别是现代人长时间使用3C 产品，眼睛每天都在承受大量的光线刺激。这些光线会在眼内产生自由基、公基室、网膜、细胞，导致黄斑部、病变、白内障等疾病。第二个原因是血流不足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供鹰眼部的微血管会逐渐老化、狭窄，血液循环变差。眼睛是高耗氧的器官，当血流不足时，视网膜就无法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功能自然会下降。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蓝光伤害。现代生活中 ，LED 灯、手机、电脑萤幕都会发出高能量的蓝光，这些蓝光能穿透眼球，直接伤害视网膜，特别是黄斑部。长期累积下来，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。此外，营养不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很多长辈因为牙口不好、消化能力下降，摄取的护眼营养素不足，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A 等对眼睛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缺乏，眼睛自然无法维持最佳状态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眼部疾病往往是无声无息地进展。等到患者感觉到视力明显下降时，通常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不可逆损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预防胜于治疗的重要性。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充满希望的消息：医师确认8种食物在你睡觉时修复眼睛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：医师，食物真的能修复眼睛吗？为什么要在睡觉时吃？其实这有很深的科学根据。我们的身体有自然的修复周期，在夜间睡眠时，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最为活跃。
如果我们在睡前摄取特定的护眼营养素，这些营养就能在夜间发挥最大的修复效果。我要介绍的这8种食物是按照从弱到强的顺序排列的，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护眼机制，而且都很容易在台湾取得和应用。你不需要全部都吃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选择其中几种。这些食物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们不只是提供营养而已，还能启动眼部的自我修复机制。有些能改善血液循环，有些能清除自由基，有些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视网膜细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都是天然食物，没有药物的副作用，即使长期食用也很安全，而且往往还能带来其他健康益处。接下来，让我从最温和的开始，一为大家介绍这8种护眼超级食物，以及它们的正确食用方法和时机。记住，关键不只是吃什么，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吃，怎么吃。第一种食物是生可可，生可可中的表儿茶素能将血液流向视网膜增加150%。很多人听到可可就想到巧克力，但我这里说的是生可可粉，不是市面上那些加了大量糖和添加剂的巧克力产品。生可可是未经高温处理的可可豆磨成的粉末，保留了最完整的营养成分。表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类黄酮化合物，它能够扩张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。对眼睛来说，良好的血液循环至关重要，因卫视网膜需要大量的氧气和营养来维持正常功能。研究显示，定期摄取生可可的人，视网膜血流量能增加高达150%，这意味着更多的氧气和营养能到达眼部组织，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清除代谢废物。生可可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伤害，这对预防黄斑部病变和白内障特别有效。食用方法很简单，取2汤匙的生可可粉，加入1杯温热的腰果奶或杏仁奶中，可以加一点点蜂蜜调味。在睡前45分钟饮用，这样营养成分能在夜间发挥最佳的修复作用。要注意的是，生可可含有少量咖啡因，虽然比咖啡少很多，但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可能需要调整时间，或者选择低咖啡因的品种。购买生可可粉时，要选择有机无添加糖的产品，避免选择一般的可可粉，因为经过高温处理后，大部分的有效成分都会流失。第2种食物是番红花，番红花素能逆转早期黄斑部病变。番红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之一，但它对眼睛健康的效果也是最惊人的。番红花中含有一种叫做番红花素的活性化合物，这种物质对视网膜有独特的保护和修复作用。最令人振奋的是，临床研究证实番红花素能够逆转早期的黄斑部病变。黄斑部是视网膜中央最重要的区域，负责中央视觉和精细视觉。当黄斑部开始退化时，患者会出现视野中央模糊、直线看起来弯曲等症状。番红花素的作用机制是多重的。首先，它能增加视网膜中感光细胞的敏感性，改善视觉品质。其次，它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，能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光线伤害。第三，它能改善视网膜的血液循环，提供更多营养。在一项为期3个月的临床试验中，早期黄斑部病变患者每天服用番红花后视力测试，结果有显著改善，甚至有部分患者的病变有所逆转。食用方法：取15根番红花丝放入1杯温牛奶中，浸泡15分钟，让牛奶呈现金黄色。在睡前1小时饮用，空腹时吸收效果更好。番红花虽然昂贵，但用量很少，1小盒可以用很久。
而且考虑到它对视力的保护效果，这个投资是非常值得的。购买时要选择品质好的伊朗番红花，避免买到假货或掺假的产品。真正的番红花缨该是深红色的细丝状，有浓郁的香气。第三种食物是黑醋栗，黑醋栗的 GLA 能降低眼压，改善青光眼早期症状。黑醋栗可能不如其他莓果那么常见，但它对眼睛健康的益处却是独一无二的。黑醋栗含有丰富的伽马亚麻酸 GLA， 这是一种重要的必需脂肪酸。GLA 对眼压的调节特别有效。青光眼的主要特质就是眼压过高、长期高、眼压、会压、破视神经，导致视野缺损，最终可能完全失明。传统治疗青光眼主要依靠药物或手术降低眼压，但黑醋栗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选择。研究显示，定期摄取黑醋栗的人，眼压能降低5到10 mmHg， 这个降幅对青光眼患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，可能意味着病情的稳定或改善。黑醋栗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， 这些都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视神经不受自由基伤害。对于已经有青光眼家族史或早期症状的人来说，这种保护作用特别重要。此外，黑醋栗中的抗炎成分能减少眼部的慢性发炎，这对多种眼疾都有预防效果。慢性发炎是许多眼疾的共同根源，包括前眼症、黄斑部病变等。食用方法有2种，如果能买到新鲜的黑醋栗，每天吃半杯即可。如果买不到新鲜的，可以选择黑醋栗子油，每天2汤匙，最好搭配全脂茅屋起司一起吃，因为脂肪能帮助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。在台湾，新鲜黑醋栗比较难买到，但冷冻的或黑醋栗子油在健康食品店都能找到。第4种食物是山桑子。2战飞行员靠山桑子改善夜视，科学已证实这个传说是真的。山桑子看起来很像蓝莓，但它的护眼效果比蓝莓更强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发现，食用山桑子果酱能显著改善夜间视力，让他们在夜战中占据优势。这个传说后来被科学证实，山桑子含有极高浓度的花青素，特别是对夜视最重要的一种叫做视紫质的化合物前驱物。视紫质是视网膜杆状细胞中的感光色素，负责在低光环境下的视觉。随着年龄增长时，紫质的再生能力会下降，导致夜间视力变差。很多长辈抱怨晚上开车看不清楚，在昏暗环境下容易绊倒，其实都与视紫质不足有关。山桑子中的花青素能促进视紫质的再生，改善夜间视力。不止如此，它还能增强视网膜的血液循环，提高视觉敏锐度，减少眼睛疲劳。临床研究发现，连续服用山桑子4周的人，在黑暗视音测试中表现显著改善。他们能更快视音光线变化，在暗处能看得更清楚。山桑子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有帮助。糖尿病患者常常因为血糖波动导致视网膜血管受损，山桑子能强化血管壁，改善微循环。食用方法：如果能买到新鲜或冷冻的山桑子，每天吃1/4杯，最好在睡前2小时食用。如果买不到新鲜的山桑子提取物，胶囊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但要选择标准化的产品。第5种食物是有机蛋黄。放养蛋黄的叶黄素吸收率比植物来源高5倍。很多人害怕吃蛋黄，担心胆固醇问题，但其实蛋黄是护眼营养的宝库，特别是来自放养鸡的有机蛋黄，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这2种营养素是眼睛黄斑部的主要成分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被称为天然太阳眼镜，它们能过滤有害的蓝光，
保护视网膜不受光线伤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黄斑部的色素密度会下降，导致对光线的保护能力减弱。最重要的是，蛋黄中的叶黄素是与脂肪结合的形式，人体的吸收利用率比植物来源的叶黄素高出5倍。这就是为什么吃菠菜、玉米这些富含叶黄素的蔬菜时，需要搭配油脂一起吃的原因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取适量蛋黄的人，血液中的叶黄素浓度能显著提高，黄斑部的色素密度也会增加，这直接转化为更好的视觉品质和对眼疾的保护。蛋黄还含有丰富的胆碱，这种营养素对神经传导很重要，包括视神经的功能。缺乏胆碱可能影响视觉信号的传递，导致视力模糊。食用方法关键在于不要过度烹调，每晚吃2颗半熟蛋黄是最理想的，可以做成溏心蛋或水波蛋，避免煮过熟，因为高温会破坏其中的敏感营养素。选择蛋黄时，一定要选择放养有机的鸡蛋，工厂化养殖的鸡蛋，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。真正放养的鸡蛋，蛋黄颜色会比较深，呈现橙红色。第6种食物是枸杞。北京研究显示，睡前食用枸杞90天，黄斑部色素密度提高26%。枸杞在中医中被称为明目果，现代科学证实了这个古老智慧的正确性。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进行的研究发现，连续90天睡前食用枸杞的受试者，黄斑部色素密度平均提高了26%。枸杞含有丰富的玉米黄素，这种营养素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见，但对眼睛健康极其重要。玉米黄素主要集中在黄斑部的中心，负责过滤最有害的蓝光波段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枸杞中的玉米黄素是以双棕榈酸酯的形式存在，那个种形式更稳定，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。这就是为什么枸杞比其他来源的玉米黄素更有效的原因。枸杞还含有丰富的多糖体，这些物质有独特的免疫调节作用。眼部也有免疫系统，当免疫功能正常时，能更好地清除有害物质，维护眼部健康。从中医角度来看，枸杞性味甘平，有滋补肝肾明目的功效。中医理论认为，肝开窍于目，肝肾功能好的人，视力通常也会比较好。临床上，我发现定期食用枸杞的患者，不只是视力改善，连带的眼睛疲劳、前色等症状也会减轻。这可能与枸杞的全面营养有关。食用方法：每天1盎司约28公克的枸杞，用温水泡10分钟后，连水一起喝下，也可以搭配希腊优格一起吃。优格中的脂肪能帮助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。购买枸杞时要选择宁夏枸杞，品质最好，避免选择颜色过于鲜艳的，可能添加了色素。好的枸杞应该是橙红色，大小均匀，没有异味。第7种食物是野生鲑鱼 DHA 加上虾红素等于视网膜的双重盾牌。野生鲑鱼是护眼营养的双重冠军，它同时含有丰富的 DHA 和虾红素，这2种营养素对视网膜健康都极其重要。DHA 是一种 Omega-3 脂肪酸，是视网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。视网膜是人体 DHA 浓度最高的组织之一，充足的 DHA 能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和完整性，确保视觉信号的正常传递。缺乏 DHA 的人常常会出现视力模糊、夜视能力下降、眼睛前色等症状。补充 DHA 不只能改善这些症状，还能预防年龄相关的眼疾。虾红素则被称为超级抗氧化剂，它的抗氧化能力比维生素 E 强500倍。虾红素能穿越血视网膜屏障，直接保护眼部组织，特别是对黄斑部的保护效果显著。
野生鲑鱼的虾红素含量比养殖鲑鱼高很多，这也是为什么野生鲑鱼的肉质呈现深橙红色的原因。这种天然的虾红素比合成的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。研究显示，定期食用富含 DHA 和虾红素的鱼类，能显著降低黄斑部病变和前眼症的风险。对于已经有这些问题的患者，也能帮助症状改善。食用方法：选择阿拉斯加野生鲑鱼，每周至少2到3次。烹调方式很重要，建议用低温烘烤12到15分钟，温度不要超过180度，以免破坏敏感的营养素。避免选择养殖鲑鱼，因为营养价值相对较低，而且可能含有抗生素等添加物。购买时要注意产地标示，选择信誉良好的供应商。第8种也是最强效的食物是地瓜。贝塔胡萝卜素在夜间转化成维他命 A， 修复式脂质。地瓜可能是最被低估的护眼食物，它含有极其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这种营养素是维他命 A 的前驱物，对视力健康至关重要。维他命 A 缺乏是全世界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发展中国家，每年有数1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他命 A 而失明。即使在营养充足的国家，轻度维他命 A 不足也很常见，特别是在长辈中。维他命 A 是合成式脂质的必需原料，视脂质存在于视网膜的杆状细胞中，负责在低光环境下的视觉。当维他命 A 不足时，视脂质无法正常再生，就会出现夜盲症。地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在需要时会转化成维他命 A， 而且这个转化过程主要发生在夜间睡眠时。这就是为什么睡前吃地瓜对夜视改善特别有效的原因。一个中等大小的地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相当于每日维他命 A 需求量的4倍，但因为是天然形式，不会有维他命 A 过量的问题，身体会自动调节转化量。地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，这些营养素协同作用，提供全面的眼部保护。食用方法：选择橙色果肉的地瓜，烘烤或蒸煮35到40分钟。重要的是要搭配健康脂肪一起吃，比如椰子油、奶油或坚果。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脂肪才能被充分吸收。建议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地瓜，最好在晚餐时食用。这样营养素能在夜间发挥最佳的修复作用。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张妈妈今年68岁，住在新竹。她是一位退休的会计师，年轻时工作需要长时间，看账本和电脑，眼睛使用过度。退休后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特别是夜间视力。6个月前，张妈妈开始出现明显的夜视问题。晚上开车时，迎面而来的车灯会让她感到刺眼和混乱，路灯看起来都有光晕。她变得害怕夜间开车，这让原本很独立的她感到很困扰。白天的视力也不理想，看书时字体需要调得很大，而且眼睛容易疲劳。到眼科检查后，医师诊断是早期的黄斑部退化加上夜盲的症状。张妈妈的女儿在网络上看到关于护眼食物的资讯，决定让妈妈试试看天然的方法。她开始每晚为妈妈准备生可可牛奶，加入1小把枸杞，这成了张妈妈睡前的例行公事。同时，张妈妈也开始每周吃2到3次鲑鱼，每天吃1个烤地瓜当点心。女儿很用心，总是搭配1点奶油来帮助营养吸收。第2周开始，张妈妈发现眼睛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疲劳。第4周时，她发现晚上看电视时不需要开那么亮的灯了。3个月后的变化最明显，张妈妈重新开始夜间开车，虽然还是会小心谨慎，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。路灯的光晕减少了很多，
对一面车灯的视音也改善了。现在已经持续6个月了，张妈妈不止夜视改善，连带的阅读能力也提升了。她重新开始看报纸，甚至学会了使用平板电脑。我必须强调，张妈妈的改善是在持续眼科追踪的情况下达成的。这些护眼食物是很好的辅助方法，但不能取代正规的医疗检查和治疗。每个人的眼睛状况不同，效果也会有差异。虽然这些护眼食物很有帮助，但有些情况下，你必须立刻去看眼科医师，不能只依靠食物改善。第一个红色警讯，视力快速恶化。如果你发现视力在短时间内明显下降，特别是单眼视力突然模糊，这可能是视网膜剥离或血管阻塞的征象，需要紧急处理。第二个警讯，视野出现缺角或暗点。如果你发现看东西时有部分区域看不见，或者出现固定的暗点，这可能是青光眼或黄斑部病变的症状。第三个警讯，严重夜盲。如果完全无法在暗处看见东西，或者从亮处进入暗处完全无法适应，这可能是严重的维生素 A 缺乏或其他眼疾。第四个警讯，闪光或飞蚊突然增加。偶尔看到飞蚊是正常的，但如果突然大量增加或伴随闪光，要立刻就医。第五个警讯，眼痛伴随恶心呕吐，这可能是急性青光眼的症状，是眼科急症。一旦出现以上任何症状，立即就医。食物不是替代疗法，这些护眼食物是很好的预防和辅助方法，但不能取代专业的眼科治疗。定期眼科检查也很重要，建议50岁以上每年检查1次，有家族史的人更要提早开始。让我回答5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吃巧克力棒等于可可粉效果吗？完全不同，必须是生可可粉。市售巧克力棒经过高温处理，加了大量糖和添加剂，护眼成分几乎为零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些食物小孩可以吃吗？大部分都可以，但要注意分量，小孩的需求量比成人少，而且要避免咖啡因含量高的食物。第三个问题，冷冻的山桑子或枸杞效果会打折吗？冷冻过程基本不影响营养价值，有时甚至能保存得更好，但要选择无添加糖的冷冻产品。第四个问题，糖尿病患者可以吃地瓜吗？可以，但要控制分量并监测血糖。地瓜的升糖指数中，等适量食用通常不会有问题。第5个问题，怀孕期间可以吃番红花吗？不建议。番红花在怀孕期间可能有风险，其他食物在适量情况下都是安全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真心希望大家能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的爸妈，一起守护他们珍贵的眼睛。视力是我们与世界连结的重要桥梁。当我们能清楚看见时，才能欣赏夕阳的美丽、孙子的笑容、书本上的文字。失去视力，不只是失去感官功能，更是失去了生活的色彩和独立性。但是我们不需要被动地等待视力退化，透过这8种神奇的护眼食物，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夜晚为眼睛提供修复的能量，在每一次睡眠中让视力变得更好。我给大家一个30天的行动计划，选择其中3到4种食物，建立属于你的晚间护眼例行公事。可能是睡前的1杯可可牛奶，可能是晚餐的烤地瓜，也可能是睡前的1把枸杞茶。30天后，记得回到眼科做检查，让专业医师评估你的进步。这些食物的效果是累积性的，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最佳结果，但只要你坚持，一定会有收获。记住，保护视力不是一次性的行动，而是一生的承诺。让这些护眼食物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刷牙、洗脸一样自然。当你的视力在未来10年、20年依然清晰明亮时，你会感谢今天开始的这个决定，
让我们一起用最天然、最安全的方式守护我们最珍贵的灵魂之窗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，帮助大家拥有更健康、更光明的未来。愿每个人都能拥有清晰的视力、明亮的双眼，看见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一面。我们下次再见。